今日係一個特別嘅星期一，中文考試卷終於要派發啦！心怡邁住輕盈嘅腳步嚟到課室，睇見其他同學喺度議論紛紛。今日要派發考試卷啦，真係好緊張啊！我都係啊！同學好啊！今日我要派發中文考試卷，我今次要講你哋嘅成績就係一落千丈啊！哈哈，攞95分啊！心怡非常之滿意，但係佢嘅好朋友曉晴睇起嚟悶悶不樂。喂，晴晴點啊？你考咗幾多分啊？心怡，我得70分咋，點算啊？曉晴，乜你咁蠢㗎？我考咗95分啊！我得70分咋。心怡嘲笑咗曉晴，簡直就係雪上加霜啊！突然間，心怡嘅筆記本開始發出刺眼嘅光芒。心怡漂浮喺空中，瞬間被吸入筆記本裏面。咩嚟噶？點解我嘅視線冇咗噶？啊！心怡穿越到戰國時期，嗰時候落住滂沱大雨，洪水泛濫。而家佢喺魏國嘅朝廷裏面，聽住大臣同魏惠王商議解決方法。洪水泛濫，田地被淹沒，人命損失慘重，請你心思妙策，快啲去救援啦！天氣不可逆使，但係我哋可以設法排水。喺大家七嘴八舌嘅時候，魏惠王突然間諗到一個好主意。百貴水利工程嘅專家，快啲諗個對策啦！我梗係知道洪水嘅解決方法啦，就係上咗下流。我國同鄰國嘅地勢都係西高東低，如果喺西方建築高壩，就可以阻斷上游嘅水，特別應該新增下游河道嘅排水量，使我國嘅水快啲流出嚟。不過呢個方法需要巨大嘅力量同埋資金。呢個辦法真係好，而家命令你為治水主官，快啲解除水患啦！百姓同白龜努力不懈，水災終於被治好啦！喺朝廷裏面，魏惠王喺度大力誇讚白龜。報告，周國孟公子來臨，快啲俾佢入嚟啦！孟公子召見。孟子召見國君。孟子名聲遠揚，而家你嚟到魏國，朕實在感到榮幸。我行經之地，水災頻繁。當入咗魏國，宛如身在唔同嘅世界。大國治水嘅人實在係高人啊！古代有大禹治水，而家我哋魏國有百上國白龜啊！百上國大臣同埋國王都話我勝過大禹治洪水，只行經呢度唔通唔係親見咩？我嚟嘅時候親自見到你治水嘅方法，我認為你錯咗。點解啊？錯咩？我細嗰陣讀過孔子嘅書，書中係咁講嘅。子貢問曰：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子曰：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大禹以四海為草水嘅溝壁，你錯咗，因為你以鄰國為草水嘅溝壁，快速解決問題。魏國雖然唔想要洪水，但你卻安排佢鄰國，難道呢會讓鄰國快樂咩？孟子嘅話真係有道理，不愧係名副其實嘅聖言。點解我穿越翻嚟嘅？心怡翻到課室，睇見垂頭喪氣嘅曉晴，佢仍然拎住考試卷痛哭流涕。心怡嘅腦海裏面萌生咗一個念頭。喺頭先孟子同白龜之間嘅對話，我學識咗己所不欲，勿施人嘅道理。如果我考到70分，我會好難過。我只係想要得到安慰同埋鼓勵，而唔係無情嘅冷嘲熱諷。心怡走向曉晴，向佢道歉。曉晴，對唔住啊，我頭先冇諗到你嘅感受，而家我明白咗己所不欲，勿施人嘅道理。我一定會做出改變噶。我哋再做好朋友，好唔好啊？心怡，我原諒你。不如咁啊，我哋今日小息一齊圖書館溫書，互相睇下我哋有咩進步嘅空間。下次考試就可以更上一層樓啦！心怡唔單止學會咗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嘅道理，仲修復咗寶貴嘅友情啊！多謝大家。